是伫路加福音所写的吼，啊，伫公关福音内面拢有写着吼，就是约翰迄个马太福音甲马可福音都有写着共款这段吼。啊，毋过马太无共款吼，等一个会当来做一寡讨论吼。马太写法无共款吼，啊马可甲路加较神。咱为一开始15节来讲吼，伊讲百姓吼，伫午梦的时，这人的心伫议论，讲这个约翰吼，检视基督，检视弥赛亚，是不是这个施洗约翰就是咱伫听候迄个弥赛亚？因着开始有人伫遐咧讲咧吼，啊约翰呢？约翰因着回应这人讲：我是用水吼，我是用水甲恁行洗咧。独独有一个比我较有权能要来，就拿偷伊的下大，我也袂堪得吼。施洗约翰要讲的是，不是我啦，吼，我不是基督吼。看下这，再问一次，基督是什么意思？哦，受膏者，嘿。不错哦，以前都会说救世主，来，我唔是讲基督不是救世主，我讲基督迄个名的意思是受我有的迄位吼，他当然是救世主了哈。啊，毋过Christos 这个基督这个名啊，是受膏者的意思，跟弥赛亚同款，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吼。侪人掠做这个约翰，惊死的约翰是。就是弥赛亚，啊，毋过伊讲毋是，我是用水甲恁行洗咧，啊，毋过有一位伊的关联比我较大，伊要就是我要偷伊的下大嘛，袂堪定吼，所以他说会有一个比我更强的吼，比我更大的，比我更大的吼。伫加路加福音路加吼，路加福音的对象比较是外邦人吼。伊甲马太、甲马可无遐共款的一个所在，他删掉一句话，其他的福音书会写说：“那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follow me 那一位比我后面那一位全关联比我较大的就是我甲偷伊的大，嘛是袂堪定他把那个在我后面来那一位删掉，因为这个会引起误会。”伫你后壁来吼，那伫犹太人的想法就是比你较细啦，那个跟随你的会比你小啦，吼。可是所以他这里把它删掉，反正伊要强调迄个，接下来这一位是比我大的吼。好，我是用水甲你行洗呢。我现在次序有点调动哦。啊，这个咧，这个人要用，这个是要用圣行甲火来甲恁行洗咧吼。搁下这，伫马可敢若讲到 Spirit、Holy Spirit， 马可敢若讲到用圣神甲你行洗咧，马太甲路加拢讲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咧吼。搁下这后来有无？耶稣有用火行洗咧无？有无啦？啊，无是咧讲啥？伊讲圣神甲火，这个火为对来？这个火从哪里来？用火洗那个洗礼比较可怕呢。以前在帮那个牧师牛做月子的时阵吼，爱烧迄个米酒，知不知道？爱甲米酒滚对无？滚，啊，甲伊的酒精滚好掉。啊，迄个坐月子的人就要喝那个米酒水。你们现在有这样喝吗？有吼。啊要滚迄个米酒爱糊呢，对无？伊会忽然间啦，轰一下对无吼？啊，我的眉毛甲我的头壳拢会烧起吼。用火来施洗很可怕哦，轰一下吼，阮兜的迄个吹油烟机也都烧坏了吼，拢烧去吼。耶稣讲用火，敢咱行洗咧？有，所以有些学者都说啊，这是咧讲最后的审判呐。有一下子跳去最后审判吗？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哈。伊咧讲用火，敢咱行洗咧，什么意思吼？无要紧，伊有先解说，伊讲安那？讲迄个是要用火甲你行洗咧，伊的手，伊要摕
这怎念？伊写半支呢。好啦好啦，这恁拢南部的叫做半支，可能北部的叫半支吼。好啦，半支吼，恁刚刚知影半支是啥物形？你们这些天龙国人，你们有看过本机吗？有哦。好，伊要摕本机啊呐，伊讲吼，伊要摕本机，伊要摕半机，将伊迄场一整半，吼，啊，要甲卖烧伊的床，啊，若是要甲卖香，卖香就是迄个坑啦，吼，那个迄个皮吼，用卖花的火。烧去吼，你知伊咧创啥？来，咱台湾已经无安尼啊啦。台湾去即台叫做啥？好，恁讲袂出来吼，即台叫做啥？哎呦，哦，你知影？这叫做红果啊，这无清楚，即个就清楚。安尼有清楚无？那个圆圆的是干什么？就一个互你拉，吼，安尼哦，一直转啊，就有风嘛，吼。你把那个这是台湾，所以是用米哈。你把米跟米糠哈一点都放在一起的哈，从上面放进去。啊，不是米啦，是切啦，切啊，哦，啊伊落落来对无？伫落的过程边仔有风嘛，所以甲较轻的迄个坑啊呐，吹掉，啊米就会下骹流落来，吼，就是这个原理，安尼知吼。啊，毋过以色列毋是。以色列人因古早时阵，伊就用伊的畚箕、半箕，甲伊的麦仔畚起来吼。啊，即摆当有风的时阵，安那？哦，我甲压起哩。啊，有风就甲迄个皮叫做麦香吹走，啊，落落来啥？麦啊，吼，所以一直切，啊，即摆就拢飞了去啊！啊，留来拢袂啊！吼，这咱天龙国人唔知影啦！吼，啊，我大概读着这个经文，我就想着金门。我伫金门做兵的时阵吼，金门是种麦啊，种稻啊，高粱啦，你这个外行的，金门是种高粱哈。哦，啊，金门的农夫吼，做趣味的，啊，采收高粱了吼，伊就甲弹头卡啦。丢在那个马路上了，干嘛？就有车子怎么样碾过去，就可以把它的粒跟那个分开嘛。啊，那无车嘞，无车有阿兵哥啊，阿兵哥拢爱跑有啥？跑5000对不？哦，阮大概若走到遐吼，足痛苦的，因为你走过吼，有迄个盐鸭，你知无？它的那个纤维会跑起来。你跑5000就是要呼吸啊，对不？啊，若经过遐，毋知要喘嘛，是无爱喘，安尼吼。哦，这痛苦诶。啊，大概若走迄个所在的，哦，心内做不准。啊，不过有一天吼，我就看到迄个农民吼，伊摕伊的畚箕，啊，不过伊的畚箕毋是用迄个地甲冰的，伊的畚箕就是甲迄个油桶吼，四方方的油桶斜切就变成。佮放一支，连一支木头就变成一个畚箕，你唔知听我咧讲啥无？吼，啊，即摆摕迄个畚箕，甲迄个高粱安尼摕起来，啊，伊就徛悬，安尼切，啊，风就甲安那，啊，吹起，啊，即摆迄个高粱粒就掉在下面，风把那个吹走。我哪走吼？看到迄个，哎哟，啊，这毋是圣经写的，就是这嘛。哦，这啊，风甲安那吹走，我哪走哪考呢？第一次看懂耶稣圣经咧写的物件，就是安尼切，啊，风甲吹走，啊，迄个高粱粒就掉在下面。啊，人哪跑5000哪考的吼，是有啊，一开始跑都会哭啊，实在太累了。好，他都讲哦。我用水甲恁行洗咧，伊讲比我悬的较大迄位，毋是，伊要用风，甲啥物货？火啊不，伊要用信心甲火。我那个
戳破我要讲的。圣灵希腊文 pneuma 这个字其实就是风的意思。好，不是讲他以用风来比喻圣灵，不是，就是希腊文圣行跟风是同一字，同一个字啦。好，所以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其实约翰是讲啥？伊要用风跟火，甲恁行洗礼。好，这个完全符合他下面的例子。他说什么例子？要用伊的粪机啊呐，甲伊的场一尽拔，吼，要用粪机拔。若无风，你是要拔啥啦？你若无风，你拔起嚟，佮落落来，拔起嚟，佮落落来，拢共款对无？所以伫即个部分就是风啦。我有讲清楚无？吼，等于伫拔的时阵就是风。即摆要甲遐个麦香吹到旁边的，然后用什么？用火安那烧。所以伊伫讲耶稣比我观念较大，要用圣神甲火，甲恁行洗礼，就是这个意思。好，如果你回去看行洗礼约翰伊的水的洗礼是啥物意思？其实犹太人，咱基督徒的洗礼，若要对应犹太教是啥物礼？是割礼，不是洗礼哦，吼，就是基督教的洗礼，伊的意义，若是要对应犹太教，是割礼，行割礼，吼。犹太人嘛是有洗礼啊，犹太人的洗礼是一种洁净礼，吼。譬如讲，我即摆若要我若要结婚，我得洗身躯，这是不好的例子。我若要去圣殿，吼，我有宗教的活动，我得安那？我得洁净，我得行洗礼，吼。用水洗，表明我真是清气的吼，所以伊的洗礼是洁净的意思。所以行洗礼约翰伊的行洗礼，伊的重点是恁爱悔改，你们要悔改，洗清你们的罪，要悔改。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洗礼，基督教的洗礼是啥意思？各位小姐，恁的洗礼是啥意思？哈？立约吼，你的洗礼就甲犹太人查甫囡仔生出来第8天迄个割礼同款，那是一个 mark， 那是一个记号。吼，你已经犹太人，你已经行割礼，你是属伫亚伯拉罕甲上帝约内面的一份子。吼，你是一个承受者，一样。基督徒，咱若行洗礼，就是入去上帝的约内面。这不一样的概念，跟施洗约翰的洗礼不一样。那是一个洁净礼，而且施洗约翰赋予他悔改的意义。只是讲你耶稣若是用圣神加火，这也是一个洁净哦，是不是？把迄个杂质怎么样去掉、修掉，留落来是迄个有用的麦，一样。用水洗也是这个概念，就是甲无清气安那洗掉，吼，洗了你是清气的。只是讲这个是双关吼，只是说起码是圣神加火，是个更彻底的清洁，吼，更彻底的洁净，吼，伊是安尼在看耶稣的洗礼。不过耶稣自己对洗礼的定义，佫无共款啦。好，耶稣家己对洗礼的定义上尾啊，是耶稣伫马太福音是讲，恁得要奉圣父、圣子、圣神的名，为因行洗礼，属伫我。好，所以就这个概念就符合割礼了。好，经过洗礼，人属伫耶稣基督，哦，甲这犹太人同款，经过割礼，这人属伫上帝甲亚伯拉罕的约内面。这个后面我等一下会再来讲这些礼的意思哈。第五一节是插进去的话，就是讲约翰18章，约翰另外用做一项苦劝，
来传福音给百姓。大家拢传福音吼，伊的意思是讲，侪项口劝来讲好的消息给百姓。各位兄弟，这些百姓是倒一国的人？这些百姓是什么人？外邦人哦。约翰呢？行事的约翰甲啥人讲？犹太人嘛，哈，犹太人，那是约旦河边啊嘛，哈。约翰另外用最项口劝吼，就劝他们，哈来传好消息，或者犹太人的百姓，独分封的邻军希律吼，希律王，因为伊的兄弟，伊带伊兄弟希罗底的缘故，伊带伊兄弟的某吼，佮因为所行隆重的歹代，约翰就甲责备，即么佮加一项歹代，就是因为约翰甲责备，这个希律王就甲约翰关伫家里，这个是插进去的一段叙事吼。下多边讲的经文应该要直接接到21节，就是正百是已经受洗了，耶稣也已经受洗了。祈祷的时，天开，圣神降临伫伊的顶面，形状亲像钱啊，佮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我这里我念一下马太福音第3章，你若有圣经伫你的手，你嘛会当哼一下吼。马太福音第3章，我念一下。好，到第17节吼，我念互你听。各对天有声讲第3章17节，各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手扶着他不要让他跑掉。再回来念路加福音第3章上20所讲的，后面讲，各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有没有不一样啊？再念一次马太第3章17节，各对天有声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佮跳来路加福音第22节，第3章，各对天有声讲，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查理队，到底有没有不一样啦？马太讲啥？这个是我的囝，我所欢喜的。路加讲啥？你是我的囝，我所欢喜。查理队，你是我上喜意的圣诞树。我是咧讲啥？这个是我上喜意的圣诞树。查理队啊，讲话的对象啦，所以路加福音的叙事是咧描写讲，这时天顶有声对耶稣讲：“你是我的啥？会惊？煞叫无伊。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毋过伫马太福音，伊的记载是啥人听到？是咧描写讲，上帝对伫边的人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不一样吧？所以你可以去理解，伫马太福音的时阵，上帝是那个声音是大家都听到。哪有可能伫路加跟他上听到，跟他耶稣听到？你讲跟他耶稣听到，怎么会有人写下来？这就是叙事者下的咱讲的经文，如果是讲故事的经文里面，那有一个叙事者，讲故事的人。这个讲故事的人是伫故事里面在讲故事给你听的叙事者说了就算他讲的就对的好，就是这个经文在讲的。
你是我疼的囝，我欢喜你。好，这个在表示路加福音在表示这里，耶稣很清楚的知道家己的身份。好，耶稣介清楚，知影伊的身份，伫圣神降临伫伊的心上的时阵，好，所以其实耶稣基督的洗礼，伊行的洗礼虽然是行洗礼约翰的洗礼，不过在那一刻开始，耶稣的洗礼也产生了。我讲一下，行洗礼约翰的洗礼是只是一个洁净礼，最多是加上悔改的概念。好，不过耶稣设立的洗礼意思是讲圣神的安那，会甲你斗阵。好，圣灵会借着洗礼啊，其实不可以这么讲啊，其实要讲的是。洗礼，咱今麦的洗礼是用可看见的仪式，在指涉看袂到的事实。迄个看袂到的事实，就是圣神的安那，会降临伫你的心上。我有讲清楚无？用一个看会到的礼仪来表达一个看袂到的一个事实。无讲哦，即麦圣神降临伫咱的信用长老的心上，看有无？看无啦，伊加一个喙鬚，安尼是无？无啊，看无啊，看无，所以用行洗礼这个礼仪来象征这个事情确定已经发生啊。好，所以洗礼很重要。伫耶稣所行的洗礼虽然是行洗礼约翰的洗礼，不过从他的洗礼开始，圣经讲的是圣神啊呐。降临伫伊的心中，所以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洗礼的概念、洗礼的意义哈。所以咱就要来讨论一下。咱都讲到，行洗礼约翰伊洗礼的意义是啥物货？洁净跟悔改哈，代表你洁净悔改的洗礼。这伫犹太人的观念内面不会陌生哈，因为洗礼是一种洁净礼。不过耶稣洗礼其实对犹太人来讲是新的概念。耶稣的洗礼就等于是犹太人的割礼，所以耶稣洗礼的意义，就想象这个是犹太教的割礼，你已经进入这个信用团体啊。你借着洗礼这个仪式，你进入这个信用的团体。不过就要出一个问题啊。那割礼是当时行的，犹太人的割礼什么时候行割礼？出生后的第8天啊，只有这里是例外哈。我有甲咱兄弟讲，你若要问到圣经的日期，你的数字你就给他猜什么？猜7，对不对哈？这里刚好不是7，这是第8天哈。而且是查甫囡仔。查某囡仔有惊割礼无？无吼，因为查某不是人吼，女的不算人吼，所以不用行割礼吼，用男人为代表吼，这个就是父权，不要怀疑吼。犹太人行割礼是第8天出生，第8天，所以即马你若基督徒的家庭，你的囡仔生出来要洗礼，当时洗啊。你就猜猜看，耶稣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保罗那个时代的基督徒，那个保罗雅各传的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们要要洗礼，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囝生出来要洗礼，什么时候洗？用猜的好不好？猜又没有惩罚，你就猜就对了。现在是保罗的时代，然后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妻，基督徒的夫妻生一个囝，要甲行洗礼，当时行可以呀、出生以后第8天给他行割礼呀，不，给他什么施洗嘛，对吧？有可能啊，对不？什么时阵会洗礼？你会不会等到他15岁再给他洗礼？会不会？
不会啊，因为你有割礼的概念，割礼是第几天？出生的第8天嘛，所以你一定会在这个婴儿还小的时候就帮他怎么样施洗嘛，所以才会演变成后来有什么幼儿洗嘛，信不信？你听懂我的意思？所以你若是主流的教派，你若是传统的教派，包括天主教、长老会、路德会、马丁路德、信义会、圣公会、英国的国教，这些从16世纪就有的教派，包括天主教都一定会有什么洗？幼儿洗嘛，因为这从圣经来的嘛，就一定会有幼儿洗。不过到了18世纪，18世纪开始有一种人，一种基督徒，他的想法是说：囡仔有捌代志无？小 baby 知影啥无？你甲洗，伊敢知影伊互洗过啊？这爸母的意思都毋是的意思啊！这种洗礼安那无效，无效。虽然我细汉有洗过啊，不过无效。我长大我要怎么样？再洗一遍。所以他们叫重洗派，安尼知影无？重洗，顶洗一届叫重洗派。这些重洗派出来了原本的教派的人说，你洗过了，怎么可以再洗？我就是要再洗，不行吗？不行。各位想这基督徒的脑袋就是这样子，打仗呢，为了可不可以再洗一遍打仗呢？这就是基督徒，对不？现在我们不用打仗，我们现在用法律就好了。不要小看这个重洗派，就是现代的浸信会不要这样讲，浸信会就是重洗派的一支，安尼知不？所以浸信会认为说，你的洗礼爱用浸的，不用怀疑，在耶稣那个时代比较多是点水的犹太人初代教会的比较多是点水礼，他一规定一定要敬礼，而且呢，小朋友不洗礼，什么时候洗？成人洗礼，成人才算。为什么说从18世纪啊？因为那个时候个人主义抬头，怎样意思不？个人主义抬头，在这个时代进前人类的思考不是这么想的，是比较群体的。也比较是代表的、代表性的。各位兄弟，我跟你讲，是安怎你们有原罪？各位兄弟，是安怎人有原罪？明明的亚当夏娃嘴馋吃的果子为什么干我什么事啊？上一代犯的罪，可不可以算在你这一代？可不可以啊？看来拢不是啊。学青，你们负责回答。上面一代欠的钱，要算不算你们的吗？讨债的会算，你就给他宣布放弃放弃继承就好了。现今嘛是有这块的得利啊。这个上一代吃葡萄不会酸到下一代去啊，你的儿子不会没去生掉啊。那为什么亚当夏娃的罪算我们有份？各位看这代表的概念，因为亚当跟夏娃是人类的祖先。亚当跟夏娃是祖先，所以因所做的代表代表全人类所做的。所以上帝的救赎嘛是用代表来救赎代表上帝的救赎的方法嘛是用代表来实行。今麦上会当做你的代表上帝的救赎，上帝设立一个新的代表是啥物人？啥物人啊？耶稣基督，就是讲耶稣基督若真做你的代表，伊所做的一切都拢归于你，安尼有清楚无？有没有听清楚？本来你是亚当夏娃真做你的代表，所以因所犯的罪拢归于咱的身上。即马咱若拒绝亚当夏娃真做咱的代表。咱要互耶稣基督真做咱的代表的时阵，耶稣基督伊的死、佮活、伊的上天，都拢会当归伫咱的身上。你知影无？有清楚吗？你也知影整本圣经
的文化是这种概念，是用代表的，是用群体的，所以不会有18世纪以后人类那个想法。我是个人呢，我得自己说的，我自己接受觉知，接受这个洗礼才算数，不是。看下这，来，还多让我讲的，庄弟兄有说到，洗礼是一个约，对不？约对不？讲的约。咱人就想到契约，契约就是对等，两方对等在立的约，有没有？注意听，我再讲一个重要的观念：契约定契约的时候，就是两方对等，我有求于你，你有求于我，所以咱立一个约，双方是不是平等？